更加重要咯。對於我嚟講，好啊，今日多謝 Stan 咧接受我哋訪問啊！多謝晒。各位觀眾，想我哋幫手驗樓或者有字樣嘅放盤，都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節目時間夠啦，再見。樓市點睇？由資料庫逼爆嘅中原地產特約播映。騎呢叔公特集回歸，你叫咗邋遢叔公翻嚟，我掛住你啊哥。屋企換個新氣象。唱乜鬼嘢愛回家啊！你係叔公啊！大阪西藏冬蟲夏草特約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下星期一起，星期一至五晚8點，翡翠台。唔通真係要擔遮睇電視？究竟邊個部門先可以幫到我啊？點解你證明唔關我事啊？係咁滴水，我一直追究到底啊！我揾咗師傅睇過，都話唔關我事咯。滲水糾紛揾香港公證行，香港公證行電話26690228。85%香港受訪媽媽首選耳溫槍領導品牌。發燒嘅定義會隨住唔同年齡而變化。Age Smart 年齡選擇功能顯示幕會以不同顏色顯示體溫狀況。80係各家庭成員嘅好選擇。香港有個新公園，山清水綠喺屯門稔灣。佢用先進科技焚化污泥力發電，減輕對填區嘅壓力。佢仲係環保地標，結合教育、消閒、自然生態設施。佢唔單止係一個公園，佢係 T Park 園區。能源轉換社區，轉廢為能，香港煥然一新。今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公布稅務改革，美股3項主要指數連續第3個交易日創收市嘅新高，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嘅市值更加突破20萬億美元。憧憬美國會公布減稅計劃，並放寬金融監管，美元匯價升至近3星期高位，但係油價就受到強美元影響，紐約期油跌超過1%。美國國會議員推動向入口貨品徵收額外嘅稅款額，以提高美國嘅出口競爭力。但係有報道就話，歐盟等嘅貿易夥伴準備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歡迎收睇環球財經消息，我係陳文儀。憧憬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公布稅務改革，美股繼續做好，3項主要指數連續第3個交易日同創收市新高。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嘅市值升至超過20萬億美元，係歷嚟首次。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142點，報20,412點；標普500指數升12點，報2328點。美國總統特朗普預告未來幾個星期會公布稅務改革方案，市場憧憬有助企業減少繳交利得稅，加上憧憬政府會放寬金融監管同增加基建開支，美股受支持，金融股同工業股受到追捧。標普500指數連續第5個交易日上升，創2331點嘅紀錄新高，收市升0.5%。金融股分類指數升1.1%。工業股分類指數升1%，道指連續第3個交易日上升，走勢穩步向好。下晝中段最多升172點，創20,441點嘅紀錄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到0.7%。重型機械製造商 Caterpillar 股價升2.2%，係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
花旗集團同樣升2.2%。科技股方面，電訊商 Verizon 跌0.8%，蘋果公司就升0.8%，創收市新高，係前年以嚟第一次。納斯達克指數連續第5個交易日上升，創5770點嘅紀錄新高，最後升29點，報5763點，連續第5個交易日創收市新高。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憧憬蘋果公司今年可能推出10週年嘅新智能手機，蘋果公司股價創超過2年以嚟再創歷史新高㗎。蘋果嘅股價喺收市報133.29美元，市值升至近7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大嘅公司，較排第2嘅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高超過1200億美元。今年係蘋果公司推出智能手機10週年，市場估計新手機將會有重大變革，有望吸引需求。瑞銀就話，大約1年半之前推出嘅智能手機型號，至今仍然有超過6億部喺市面流通，估計最多90%用戶會喺今年轉換新型號嘅蘋果手機。美元匯價上升，美匯指數曾經升至101嘅水平，貼近3星期高位。市場憧憬美國會減稅，有助企業盈利同埋投資增加，加上憧憬會較快加息，美元受到支持。有消息話，美日兩國領袖會面，冇討論到貨幣問題。消息有助美元對日元曾經升至114嘅水平，觸及2個星期嘅高位。歐元對美元跌穿1.06，觸及3個星期嘅低位。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星期2同星期3出席國會聽證會，講述經濟發展同貨幣政策。利率期貨交易員認為，下個月加息機會係1%左右。睇下美元匯價，對日元賣出報113.62，英鎊1.2529，瑞士法郎1.0054，歐元1.0608，加元1.307，澳元0.7658，新西蘭元0.7186，港元7.7598。今朝早我哋請嚟安柏環球嘅投資總監梁偉文先生同我哋分析下外圍嘅市況㗎。早晨啊，偉文。早晨 ，Crystal。睇到美股啦，科技股蘋果咧都創新高啦。其實即係睇科技股可唔可以繼續帶動到美股嘅升勢呢？我諗見到今年咧好明顯啦，科技類嘅公司咧係跑先嘅，咪納指方面咧年頭到而家咧升咗7%啦，相對嚟講啦，標普咧只升咗4%嘅啫。咁我諗即係睇翻業績咧，絕對可以解釋到呢個原因嘅，因為睇翻即係啱啱公佈即係上年第4季嘅業績啦，其實都見到好多科技類嘅公司咧，其實無論係收入啦或者盈利啦，都係交到功課㗎。咁同埋睇翻好多唔同嘅行業入邊咧，其實盈利始終有個比較明顯或者比較即係比較叫做有前景嘅增長咧，都係科技類啦。咁所以我諗今年嚟講咧，其實都會繼續咧科技類可以帶動住美股嘅上升嘅。不過我諗短線嚟講咧，好多科技類嘅公司咧，其實都升咗唔少噶啦。例如話我哋見到 Alphabet 又好啊 ，Apple 又好啊，甚至係 Facebook 等等啦。咁所以我諗短期可能有啲整固都唔出奇嘅。咁尤其是我諗近排咧，其實市場嗰個焦點咧都開始有個業績啦，翻去政府政策嘅身上嘅。咁例如話特朗普方面啦，點樣推行佢嘅減稅嘅政策啦，我諗都會左右住美股嗰個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我諗即係大家投資者嘅焦點可能就要由個業績去即係移翻過去政府政策身上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之內都要等翻特朗普點樣公布佢嘅政策啦，先睇翻美股嗰個走勢嘅。好啊嚇，咁啊睇埋美元嗰邊咧，升至到近3個星期高位啦。咁如果特朗普咧短期內真係公布減稅方案咧，美元嘅升勢仲可唔可以咧即係持續落去咧？我諗呢個絕對會有個幫助咧，咪我諗即係美金方面咧，見到自從上年啦美國總統選舉之後咧，其實都有個強勢嘅存在嘅。咁其實個投資市場咧都係預期特朗普嘅政策會推高美國嘅通脹啦，從而令到聯儲局係會加快個加息步伐啦。咁喺息差嘅優勢上邊咧，令到美金係轉強嘅。咁當然近排我哋見到美金有啲回落，咁最主要原因就係有啲投資者開始會質疑就係特朗普嘅政策究竟係咪推行得到啦，或者係咪好似預期咁多啦？咁但係近一個禮拜
咧，我哋見到個情緒又開始有啲變化。尤其是啦，當特朗普公布佢即係將會公布佢嘅減稅計劃之後咧，其實嗰個即係投資者嗰個樂觀嘅情緒又再次升溫嘅。咁所以我諗短期美元都會繼續係有啲即係強勢嘅存在嘅。咁當然短期可能你會見得到去翻之前嘅高位咧，例如話104左右呢啲咁嘅水平啦。咁但係你話能唔能夠突破再上嘅，我諗都最重要都係睇翻特朗普嘅政策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得到啦。咁最主要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基建方面咧，究竟係咪可以大幅咁增加啦？因為呢樣嘢係即係影響通脹嘅其中一個因素啦。咁其次就係減稅方面咧，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美元嘅走勢都好睇呢兩個政策究竟最終可以落地幾多啦，同埋幅度係咪可以滿足到市場預期嘅。即係話咪覺得美股啦同埋美元嘅走勢都要睇住咧，即係美國政府嘅政策會點啦。咁啊，唔該晒咧 Wyman 嘅分析。咁啊，睇翻原油價格啦，都跌近2%啊，係3個幾星期以嚟最大嘅跌幅。油價終止過去3個交易日上升，主要受到美元匯價上升同埋美國原油生產有增加跡象所影響。紐約期油以每桶52.93美元收市，跌93美仙，跌幅1.7%。倫敦期油收市報55.59美元，跌1.11美元，跌幅近2%。同紐約期油都錄得上個月18號以嚟最大嘅跌幅。石油輸出國組織舊年年底協議減產，油國組織履行協議程度上個月達到93%。組織最大嘅產油國沙特阿拉伯表示，上個月每日減產71萬幾桶，係8年嚟減得最多㗎。不過美國能源部就話，當地嘅頁岩油下個月產量預期每日會增加近79000噸，79000桶，咁啊係5個月以嚟嘅增加最多。石油輸出國組織同埋其他產油國今年開始執行減少石油產量協議，第一個月已經有明顯效果。油組統計顯示，上個月11個成員國嘅產量降到去每日接近3000萬桶，路透推算相當於履行協議嘅程度已經升到去93%。主要原因係組織最大產油國沙特阿拉伯匯報，上個月每日減產超過71萬桶，產量降到去每日唔夠975萬桶，係8年以嚟減得最多，亦都比協議要求嘅多。油組秘書長巴爾金多形容，數據顯示組織成員履行減產協議嘅程度好大，有信心今年可以達至原油庫存減到去5年平均水平嘅目標。但係現時係過早判斷係咪需要喺6月到期之後再延長減產協議。組織亦都預計，如果產量維持喺現水平，加上全球石油需求上升，到下半年就可以扭轉石油供過於求嘅情況。但係有分析員話，要消耗現時高企嘅石油庫存，產油國最少今年之內都需要執行減產協議。另一個要注意嘅係，冇參與協議嘅國家會唔會抵消減產效果？例如油組預計，組織以外嘅產油國今年石油產量每日會增加24萬桶，比早前預計嘅12萬桶多1倍。美國能源部亦都話，當地頁岩油下個月產量預期每日會增加接近79000桶，增幅係5個月以嚟最大。無線電視何俊彥報導。金價下跌，美元匯價同埋環球股市上升，都削弱咗金市嘅資金避險功能。紐約期金以每盎司1225.8美元收市，咁跌咗10.1美元。現貨金賣出係做緊1226.41美元。美國國會議員推動向入口貨品徵稅，以提高美國出口競爭力。但係有報道話，歐盟等嘅貿易夥伴準備向世界貿易組織作出投訴。美國共和黨議員正係推動總統特朗普調整貿易稅制，向入口貨品額外徵稅，同時企業出口帶嚟嘅收入就可獲豁免徵稅，呼應特朗普美國優先嘅主張。不過呢個稅務改革計劃唔單止喺國內引發以入口為主嘅零售商，例如沃爾瑪等大力反對，甚至同出口商，例如通用電器等出現對立，更加可能導致多宗貿易訴訟。金融時報報導，歐盟同多個其他貿易夥伴國家憂慮美國嘅貿易稅務改革會影響佢哋嘅出口，已經請律師準備最終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挑戰有關改革，預計會成為世貿有史以嚟最大宗嘅貿易訴訟。報導引述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話，歐洲想避免同美國爆發貿易戰，因為對全球經濟係災難，
但會採取行動反對任何貿易障礙。有貿易官員亦都話，初步觀察美國議員提出嘅稅務改革肯定唔符合世貿嘅規則。有智庫估計，若果美國喺相關訴訟被裁定敗訴，針對美國嘅反制措施，預計每年涉及3850億美元。一旦特朗普無視世貿裁決，可能觸發貿易戰。特朗普嘅經濟顧問納瓦羅曾經批評世貿容許以增值稅為基礎嘅國家向貨品同服務出口提供扣稅，不過以收入稅為基礎嘅國家，好似美國咁就唔可以扣稅，做法係唔公平，等同向外國出口商提供補貼，降低美國競爭力，威脅國內嘅就業職位。贊成以稅務改革爭取改變唔公平嘅情況。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歐盟有官員預期，美國總統特朗普貿易保護嘅主張會令歐元區經濟增長向下嘅風險較大。又預計英國脫歐最終會令到英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In the UK, we have revised significantly our 2017 forecast up to 1.5%, but growth is still projected to decline to 1.2% next year. Given the lag between decisions to invest and actual investment, the referendum result is expected to impact business investment later in 2017. 咁睇埋咧，日經平均指數啦，而家跌緊唔夠1點，報19459點。有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睇下。萬達集團否認收購啦，接觸德國郵政銀行嘅。星期日得唔得啊？我想約你。我好想當你一個大人，但係你都要話俾我聽，你係一個大人先得㗎。你咁錫 Venus， 但係你驚佢終有一日知道嘅真相，佢會離開你。媽咪你走先啦，我想靜下。卡哇伊日本乾油丸呈現親親我好嗎？今晚8點半翡翠台。去阿拉斯加必試土產伏特加，要攞成10磅嘅冰塊去整 vodka， 連佢裡面啲 ingredients 全部都係阿拉斯加出品。飛越隱世秘境，留下愉快足跡。好腍啊啲雪，淋雪啊呢度。專業旅運特約，這個冬天不太冷，今晚10點半翡翠台。我男朋友話佢紮咗啊！姐，咁開心嘅事使唔使喊啊？你好興嘅振興啊！廣東話博大精深，一個紮字可以形容生育，可以形容事業。你以為紮咗冇得生，其實好多人紮咗先至有得生。好似我咁啦，我紮過，近排又紮多次嘅。嚇又紮？冇錯，我由課室教室講堂學堂，而家升 level 做研究院添啊 ！Dancer 研究院，星期日晚10點半翡翠台。法國巴黎銀行特約法證工房，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點45分 J5。MyTV Super 私任堂，一段苦戀，兩場痛不欲生嘅婚禮，離不開，放不低。我花咗20年時間都冇辦法忘記你。再見都只係增添痛苦。點解你要而家出現喺我面前呢？私任堂粵語配音版本與韓國同步播放，快啲去買 MyTV Super 解密器，只要780蚊就睇足12個月啦！你永遠唔會成功。唉，自古成功在嘗試，吸毒千祈唔好試。冇錯，企硬唔剔嘢。今晚 OT。生活總會有驚喜，吸毒對唔住自己。冇錯，企硬唔剔嘢。絕症少女遇着尋死男，就算得一人，都想好好生存落去。破解初戀情迷，逆轉時間，挽回最愛。只要我哋斷絕來往，先可以救翻你啊！跌落凡間，守護真愛。我係你嘅守護天使。同你一齊嘅時間就係真愛。暖男大叔，治癒傷痕。NH 保濕專家 K Beauty 呈現 Color 愛情習作結局篇，星期1、3、4 J2。飲食業善用科技，由傳菜到照顧視障人士點菜都有所發揮。3D 印刷普及，業界點睇未來發展？既係經理人，
又係投資者，呢位湊大咗唔少初創公司嘅湊仔工，有乜心得呢？創科導航，星期3晚7點半 J5， 一座座古典園林，一個個理想追尋，悠久歷史，動人故事，自然風韻，體現人民精神。一山一水一傳奇，園林今晚9點半 J5。節目時間，萬達集團否認同德國郵政銀行有任何同收購相關嘅接觸。金融時報引述消息話，以房地產為核心業務嘅萬達，為咗分散業務，淨係尋求收購歐洲銀行業嘅資產，當中包括德意志銀行正計劃收購嘅德國郵政銀行。報導補充，目前只係相當初步階段，萬達亦都未同德國郵政銀行作正式嘅接觸㗎。萬達就發表聲明話，有關嘅報導不實，又話並冇接觸德國郵政銀行。電視廣播發通告，提高回購股份嘅邀約價，但就減少回購股份嘅數目。邀約價由原先嘅30個半提高去到35蚊07仙半，較停牌前30個3毫半嘅日價係有1成半㗎。邀約回購股份最高數目由1.38億股減少至大約1.2億股㗎，相當於總發行股本大約27.4%。邀約總代價維持喺42億0900萬元。公司解釋，原本係邀約可能會違反公眾持股量規定，因此修訂至到邀約結束時，公眾人士持股量將會至少達到2成半。公司已經申請喺今日復牌。睇報章嘅財經評論同埋消息摘要。經濟日報社評，4位特首候選人政綱對樓價高企嘅私樓市場只係略為着墨，因為現時樓市變數多，例如美國聯儲局加息步伐有幾快，內地資金到港買樓嘅熱情會唔會變化等等，特首參選人亦都冇足夠資訊判斷。證券時報文章話，內地將會公布上個月嘅通脹數據，受春節因素影響，旅遊價格大升，消費物價可能按年升2.5%。工業品價格走勢分化，其中水泥價格微跌，預計上游通脹按年升幅會擴大，但按月升幅就收窄。經濟參考報文章話，內地1、2線城市嘅樓市調控冇改變緊張嘅供求關係，因此樓市降溫未必長期持續，更非樓市中期轉捩點。倘若土地供應減少情況不變，樓價好大機會回升，長遠需改善城市規劃。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見到訪嘅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雙方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同埋難民等嘅議題交換意見。特朗普喺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同杜魯多會面，兩人正式會晤之前嘅記者拍攝時間冇交談，之後特朗普主動同杜魯多握手。兩人隨後見記者，特朗普話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關係有別於美國同墨西哥，佢會致力進一步改善美加關係，令到雙方共同創造更多嘅職位，保障就業，又關注雙方邊境同埋國家安全問題。Prime Minister, I pledge to work with you in pursuit of our many shared interests. This includes a stronger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t includes safe, efficient and responsible cross-border travel and migration. And it includes close partnership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特朗普又話歡迎旅客入境美國，但係唔能夠俾華人入境。重申聯邦移民局人員近日喺多州拘捕有犯罪記錄嘅非法入境者，只係兌現佢嘅競選承諾，回應選民訴求。杜魯多就話雙方討論合作處理難民同保安問題有豐盛嘅成果，強調喺保障國家安全嘅前提之下，加拿大會繼續接收難民。
Keeping Canadians safe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any government, and tha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we're very much focused on. At the same time, we continue to pursue our policies of openness towards immigration and refugees without compromising security. 特朗普同杜魯多又共同主持女性企業家高層圓桌會議，雙方宣布成立工作小組協助職業女性。無線電視林錦輝報導。台北上英團旅遊巴失事翻側，增加至34人死亡，10名嘅傷者仍然都留醫。超過100名消防同救援人員深夜繼續喺現場搜救。旅遊巴尋晚9點幾出事，車上當時載住42名乘客、1名司機同1名導遊，當中大部分遊客係長者，並冇大陸乘客。旅行團尋日早上前往台中一個農場觀賞櫻花，晚上返台北嘅時候，喺南港一段國道5號翻側。旅遊巴後面嘅車拍到出事嘅一刻。出事嘅旅遊巴車齡19年，而估計當時司機已經工作咗14個鐘頭，初步懷疑司機疲勞加上超速，導致意外發生。而台北副市長鄧家基到事故現場指揮搶救嘅時候話，旅遊巴係以自行招攬遊客嘅模式成團，並非集中報團，淨係釐清事故責任。傷者分別送到市內多間醫院搶救，唔少人當時已經昏迷。今次意外造成嚴重傷亡，行政院長林全凌晨到醫院探望傷者嘅時候，話會全面協助。我們會盡力的來協助家屬，不管是對往生的人，我們一起法務部在現場盡快的來幫他們去處理相關的一些鑑定的工作。那麼在醫院的部分，我們也會請醫院盡量幫忙。佢同時表示，之後會深切檢討今次事件。出事旅行團由位於台北嘅蝶戀花旅行社營辦，當地警方派員到場搜證。不過現場未見有職員現身，旅行社方面只係透過律師話會協助死傷者申領賠償，以及配合調查。交通部觀光局話，旅行社有依法投保，每名死者可以獲賠200萬元新台幣，而傷者就可以獲賠20萬元新台幣。無線電視鄧以佳報導。北京汽車發盈喜，預期舊年嘅純利會增加超過90%，主要由於公司旗下北京奔馳同埋北京品牌業務增長等。星期三掛牌嘅本港連鎖護老院松齡護老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近800倍，一手中籤率只有大約30%，每股以招股價上限6毫9指定價，集資超過1億2千萬。交俾同事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各位早晨，係麥思敏同你睇天氣。今日繼續清涼乾燥，我哋先睇分區氣温。截至上晝7點，各區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3.7去到16度，而最高氣温係介乎14.9去到17.6度。咁睇下衛星雲圖啦，一股乾燥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咁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喺60%或以下。預測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早晚天氣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20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咁展望未來1、2日大致天晴，氣温逐漸回升，接近週末比較潮濕。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低至中嘅水平。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強度水高。再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潮州、梅州、惠州、深圳天晴；東莞、中山、江門、珠海天晴；清遠多雲，廣州天晴，肇慶湛江多雲；哈爾濱、瀋陽、北京、天津天晴，石家莊多雲；南京、武漢多雲。合肥、杭州天晴，桂林天晴，貴陽落雨，南寧天晴，海口多雲，西安多雲，銀川蘭州天晴，西寧多雲，昆明多雲，重慶落雨，烏魯木齊天晴，拉薩多雲。天氣先睇到呢度啦。詳細消息睇到呢度，多謝收睇。
簽咗名就要俾錢。翻屋企慢慢同佢傾。落閘，冇俾你搞。我哋嘅目標人物喺呢一座華麗都大廈2樓 A 座，對方持有重型武器，係極度危險人物。樓下火力咁猛嘅，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你做乜要問我嘅？日本起蛙速一消便秘丸特約，迷今晚9點半翡翠台。苦思救災之策，慘被竊取。就憑你一個鄉下嘅粗野丫頭，亦能想出救災之策？四面受敵，一再遭人陷害。自作聰明嘅女人，最令人討厭。阻止佢犯下欺君之罪。該殺！感受微央，星期1至5晚7點，翡翠台。你嚟做咩啊？揾工咯，個個都話我冇經驗唔請我，真係激氣啊！乜你唔知耀才招聘大量人才咩？人工高，福利好，仲有晉升機會添。咁好？唉，唔好諗啦，快啲嚟耀才返工啦 ！Yes。TVB 週刊、TVB 送娛樂生活資訊全新放送，迷揭開現實世界荒謬迷陣，全新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新組合新元素，這個冬天不太冷，探索最北角度。TVB 節目食譜全面放送，附送麥玲玲雞年桃花精讀本。TVB 週刊出版咗啦。而家係網絡新世代，美食尋真，又使乜再捐窿捐罅呢？宅喺屋企撳個掣等收件，想食乜都有。一間間電子網店嘅背後，係佈滿全中國嘅美食高手。你曾經聽講過嘅民間小食，記憶中難以忘懷嘅巧手美味，一切從此唾手可得。即刻 click 一 click，打開新世界嘅大門，將地方限定送翻屋企啦！宅人食堂，星期4晚8點半 J5。I am looking for specifically a dog that is going to fly a plane. 精挑細選嘅12名飛行學員，目標係成為第一位狗狗機師。到底邊個可以翱翔高飛？狗狗夢飛翔，今晚8點半，明珠台。好啦，話咁啊，近排嘅股市好犀利啦，咁啊，港股連升4日，4日之間累積升咗成咧差唔多380點喎。喂，外圍咧唔肯停喎，美股道指咧連續3日創新高。喂，究竟個大市係咪做得上咧嚇？咁啊，策略係點？大家最關心係咪啊？喂，咁啊，我哋唔使等啦。呢個時候咧，灣仔嗰邊有阿莊志豪喺度，當然同時李家慧啦，亦都喺度啦。啊，今日咧又係加料啊！咁啊，羅永啊，我哋有多位嘉賓喎。係啊，姚浩然先生嚟自時富資產管理嘅，咁啊就都要咧同佢打聲招呼啊！早晨，大家好，早晨，大家好，係啊，點解好快咧？真係啊，犀利啊！炒下特朗普減稅啦，咁啊又咧炒咧經濟回穩，通脹重臨。頭先提到啦，哇犀利啊！美股啊連續3日新高，咁啊嗰啲標普市值咧咁啊犀利啦，超過咧20萬億美金㗎啦。咁啊美匯又強嚇，咁啊啲避險嘅資金咧離開金市咯喎，繼續炒股。不過唯獨是咧，今晚咧同埋陣間啊，羅永啊，有啲嘢要留意嘅噃，嗬。係啊，咪就除咗話咧，咪就9點半啊，咁大家會關心咧，就係1月個 PPI 同埋咧通脹啦 CPI 之外咧，仲要睇埋咧，咪耶倫咧就出席呢個國會聽證會嘅時候，到底對息口啊，甚至乎金融監管嗰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即係風聲啊流出啦？咁啊就 Eric 啊，你點睇呢兩個因素？咁啊就嚟緊個市點行啊？嗱，我諗就而家睇翻啦，即係美股方面都係繼續一個強勢。你最主要見到美匯方面咧，又重新即係上升過，反映緊呢啲資金方面咧都係繼續即係鍾情於美股，同埋咧關鍵就係即係大家憧憬特朗普方面咧，佢之前都講到未來幾個禮拜內都會講呢個減稅嘅方案出現。咁其實對企業方面咧，好大機會為咗吸引翻佢哋去美國嘅話咧，好大機會會增加呢個嘅從稅務方面增加競爭力㗎。咁所以咧對美國個企業盈利方面咧會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刺激，即係憧憬喺度啦最少。咁所以咧我諗直至到真係出方案之前咧，其實美股方面咧有機會繼續做，因為其實你見到美股上邊根本就冇蟹貨，亦都係一個新高嚟。咁所以嚟講其實相對上都會幾好嘅，係啊。話咁啊，阿 Eric 咧就依次會覺得言下之意好清楚喎，都覺得繼續 OK 喎。咁啊不過咧，你知道咧，我呢不嬲細膽開㗎嘛嚇。咁啊，究竟個市係咪做得上咧？即係風險喺邊度咧？嗱，特別港股啊，哇唔好睇少喎，真係今年嚟。